啱嘅聖經寫呢個希伯來書11第1節，用人講到，信心都係一個嘅基礎，信心都係一個基督徒嘅底，一個信主嘅人攏總都從信心而來嘅，信心對乜嘅呢？對個希望一切攏總前面望看到嘅，要一個希望嘅，嗱，所以一個嘅信心係變強，信心係變穩，信心係變真，能夠對個攏總前面一個希望，望要顯出嘅，佢能夠顯出本一個，因為到在上帝裏面，一個就係用信心強嘅穩嘅，一個要信心都係要增加要盼望，盼望啊，盼望前面一個望看到嘅，日日人冇盼望嘅講啦。佢都叫少反冇精神，所以是個要盼望，是個要係精神，加要信心落去，攏從前面是個需要嘅，攏從前面是個希望嘅，能夠顯出本一個，因為一個信心對耶穌基督是個全能嘅主，能夠顯出本一個希望嘅，能夠顯出本一個盼望在面前嘅。嗱，你盼望乜嘅？希望乜嘅？你家庭平安，你家庭健康。嗱，佢顯出嚟㗎，你心中你唔係得到安飯，唔係得到安腳，唔係得到本一個白色嘅問題，佢顯出嚟㗎，因為個信心，個盼望，單強在上帝耶穌基督裏面，佢能夠祝福攏總一家得到最好嘅，阿門。